發，今日富途爆升15%，點解？中國證監會正式出手判定富途未經批准喺內地搞證券同基金業務，結果係點？沒收違法所得加罰款，總共要嘔翻高達18.5億人民幣出嚟，連創辦人李華自己都要頂張125萬嘅罰單，罰成20億港紙。富途係咪玩完？大家千祈唔好俾個數字嚇親，富途即刻派定心丸。原來佢哋已經靜靜雞金蟬脫殼，截至2026年第一季，內地有錢喺戶口嘅客只係佔全公司嘅13%，佢哋嘅重心一早移咗去香港同海外市場。呢張天價罰單傳遞咗一個終極信號，國家對資金出海正式結案。以前內地大戶靠券商做跳板，走資買美股或者比特幣 ETF 嘅灰色通道，今日正式宣布壽終正寢。富途交咗呢18.5億，就等同破財擋災買個安心，以後徹徹底底變成一間純境外券商。國家全面落閘，你覺得富途交完呢筆天價罰款係甩爛定係會大傷元氣？內地資金仲有冇方法出海炒幣？留言話我知，記得 follow我會持續更新虛擬貨幣最新消息。